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即马是愈战愈强。真主党伫昨昏空袭以色列了后，即马以色列嘛放调讲要展开地面的行动。8日时，双方爆发严重的冲突，伫黎巴嫩即马是造成569个人死亡，1900人受伤，而且阁有超过9万人有路无厝。美国和法国当地做共亲在协调，希望黎巴嫩的政区会当达成4礼拜的停火协议。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即马针对黎巴嫩这个问题嘛，当地开会讨论。以色列南部安海港市阿拉特遭到无人机攻击，伊拉克亲伊朗的伊斯兰反抗运动民兵组织讲是因做的。第2摆攻击，互以色列军方哪吒有人受伤。以军表示，无人机是为当兵飞过来，这摆攻击造成的损害不大。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交战，真主党自5透早锁定特拉维夫郊外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发射一粒卡德湾弹道飞弹。真主党表示，最近对黎巴嫩真济摆攻击拢来自摩萨德。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是第1摆呼由真主党发射的飞弹，拍伫花特拉维夫附近，暗过已经哪吒。另外，真主党阁发射真一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爱部队做好准备。שחיזבאללה הכין אותו כמוצב צבאי גדול, עם תת-קרקע, עם נקודות שהות, עם מקפצות, לזנק לתוך השטח שלנו ולבצע התקפה על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伫黎巴嫩南部都市泰尔有一个87岁法国公民伫激烈爆炸当中，因为弹建筑不倒去死亡。法国、美国已经就加沙甲黎巴嫩和平问题来招总。Mes pensées fraternelles vont au Liban et au peuple libanais. Le Hezbollah prend depuis trop longtemps le risque insoutenable d'entraîner le Liban dans la guerre. Israël, quant à lui, ne peut sans conséquence étendre ses opérations au Liban. 黎巴嫩一官员表示，初步希望黎巴嫩政府应讲成4礼拜停火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外长咧尽力促成黎巴嫩外交进程，来避免全面开战。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